主后2023年7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决心为传福音付上代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34节。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已经有对死人中搁活，恁中间哪有人讲无死人搁活？若无死人搁活，安尼基督就无搁活。若基督无搁活，安尼我所宣扬的是空空，恁的信嘛是空空。安尼，阮就是在为上帝做假见证，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搁活。死人若无搁活，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。若死人无搁活，基督就无搁活。基督若无搁活，恁的信就无路用，恁就还伫罪恶中。安尼，遐已经死去的基督徒嘛拢灭亡啦。咱信基督的人，若单单伫现世有望，咱是所有的人的中间上通可能的。毋过，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通做已经死去的人搁活的保证。因为死通过一人来，死人的搁活嘛是通过一人来。对亚当众人拢着死，安尼嘛对基督众人拢会搁活。不过，逐个人拢着照家己的顺序搁活。头一个是基督刷落去，是基督来临的时属伊的人。过来则是末期，迄时伊会消灭一切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甲权力者，然后将统治权交互父上帝。因为基督一定着统治，直到上帝互一切的对敌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最后受毁灭的对敌是死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真明显，遮所讲的万有，并无包含互万有屈服伫基督骹下的上帝。到万有拢屈服基督的时，囝本身嘛会屈服伫互万有拢屈服的上帝，通互上帝完全统辖一切。若毋是安尼，人替死人受洗有啥物意思？若无死人搁活的事，是安怎要替死人受洗？阮是安怎着时时刻刻冒险？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基督耶稣对恁这个我所夸口的人好胆讲，我逐日面对死。我伫幼兽甲野兽斗争，若纯粹是出自人的动机，对我有啥物利益？若死人无搁活，亲像人伫讲，咱来遮来啉，明仔载就要死啦。毋通互人骗去，交着歹朋友会破坏品德，着觉醒，想互清楚，毋通搁犯罪，因为有一寡人还毋捌上帝。我讲这个是要互恁知，通见笑。决心为传福音付上代价。哥林多前书15章讲论基督和信徒的搁活，其中第1节到11节讲到基督的搁活，12节到34节论信徒的搁活。保罗讲，若无搁活，基督徒只点今生有希望，就比世间人搁较可能咯。因为伫初代教会，真做基督徒并袂当得到今世的好处。
伫迄个时代，人若信耶稣，反正会拄着真济压迫、排斥，也会变做散赤，甚至受杀害。同时，基督徒为着信仰的缘故，常常遭受各种的迫害。有真济人因为安尼失去性命，所以保罗反问讲：死亡若是一切的终局，为虾米也有遐个济个人愿意冒着性命危险加入教会，承认耶稣是因唯一的主呢？保罗用伊的亲身经历甲信徒讲，因为搁我的耶稣带来愿望，所以伊知影家己所做是有意义的。伊所传的福音是带互人愿望的信息。因为安尼，保罗愿意日日面对死亡的危险，决心为所传的福音付出代价。捷克神学家庄福斯是一个愿意为着真理牺牲的人，也是宗教改革的先驱。10世纪的马丁路瑟就是受到福斯的影响，发起宗教改革。福斯少年的时，伊爱宴乐，掠伫学术上的成就，骄傲自夸。后来，伊受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启发生命改变。伊讲：主赐我机会进入圣经真理，我完全放弃以前愚昧的思想和玩乐。福斯主张基督才是教会的头，强调圣经的权威，认为信徒拢是教会的罪分子。佮反对罗马教廷用卖赎罪券来敛财。福斯的想法甲当时教廷大袂合，而且动摇主教的地位，所以受指控做异端。不过，福斯坚持圣经的真理，继续抨击教廷错误的教导，就受逮捕入狱，遭受罗马教廷判处死刑。1415年7月初6行刑的时，福斯骹步坚定行往刑场。当审判官搁再一遍询问伊是毋是要收回先前的主张，伊上款毋低头。最後，福斯從白點城門跳啊活活小死，享年46歲。當局甲伊的骨灰夜點來銀河，予伊隨波逐流，不得安葬踮故鄉。保羅講：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耶穌基督對恁這的我所誇口的人好膽講，我逐日面對死。咱的信仰是起造佇搁我的主耶穌身上。伫咱的生活甲侍奉中，難免會拄着障礙甲反對、困境甲挫折，總是愛相信咱所服侍的迄位主已經搁活咯，伊一直在掌權，絕對袂互人失望。默想，我有真正活出基督的樣式無？我是毋是持守真理，願意為失喪的靈魂付出代價？我有真正活出基督的樣式無？我是毋是持守真理，願意為失喪的靈魂付出代價？做伙來祈禱，上帝啊，自古到今，有真濟人為着傳福音，甘願冒着性命的危險，誠做信仰模樣。我相信，無論佇任何處境，閣我的主耶穌攏佇我的生命中，要帶領我安然度過逐種難關。求你加添我信心，願意為福音付上代價，奉主的聖名求，阿們。願上帝賜福你，身心靈攏勇行平安。